镜头转来看国内肠仔病毒的疫情是继续咧滚。今年国内就医的人数就是这10年以来上界多。刚台南市一礼拜急诊的患者就增加2成。尤其最近经过实验室的检测，表明讲这肠仔病毒也继续伫咧社区当中活动，提醒家长就千万要注意。 透早伫台南立仁国小教室内底，卫教老师当咧教囡仔正确的洗手方式，因为要预防肠病毒，用杀菌正确的洗手上重要。囡仔嘛去水槽轮流斟酌洗手。平常在家，就是老师也都会教正确的，正确的洗手方式。在家一进门一定是叫他先去洗手。对啊，就常洗手。 最近肠病毒疫情滚价，台南市第10个礼拜肠病毒门急诊有310人次就医，搁后一个礼拜就增加到367人次，比前一个礼拜增加18.39%。全国肠病毒门急诊就医有6732人次，是最近10年以来同期上悬。 我们的肠病毒个案其实就诊的人次确实在增加，目前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属于轻症的个案，接下来会越来越热，然后已经陆续有一些就是肠病毒起始疑型，在台湾各地有被分离出来，所以其实要特别注意后续有没有肠病毒起始疑型引起的重症。 除了台南以外，高雄嘛为着要强化民众对肠病毒的防疫认知，特别去幼稚园内底卫教，教囡仔安怎预防肠病毒。肠病毒有一个特性就是酒精的消毒比较没有效果，大家用这个勤洗手，然后环境消毒也要用漂白水即马当进入肠病毒流行的季节，台南市卫生局强调，目前台南市也未出现重症个案，呼吁家长就要随时提醒出来的囡仔爱接洗手，嘛要注意个人甲囡仔的卫生，甲肠病毒的伤害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